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10分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确定做兵开放做一党的政策。根据国安会也各有国防部经过2党的评估和检讨，做兵做4个月，基本战力是学袂起来的，所以对2024年开始开放做兵做1年。民国94年出国后出世的查甫囡仔，后摆做兵就要做1党。美国在台协会伫昨嘛发表声明，对台湾安尼改表示支持。我们决定从2024年起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总统蔡英文日前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强化全民国防兵役结构调整方案，定调兵役延长做1年。蔡总统指出，国安会甲国防部经过2年的评估甲检讨，认为4个月军事训练役无法度达成防卫的基本战力，所以决定为2024年开放1年的义务役，适用2005年了后出世的役男。蔡总统讲，这是真困难的决定。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但是，身为总统，身为3军统帅，捍卫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利益，是我作为总统无可回避的责任。国防部提升全民国防战力，打造主战守备民防后备体系。主战部队由志愿役担任，负责保卫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守备部队是以部役为主，志愿役担任基层干部。民防系统由保安警察、地方民力为主，后备系统甲后备部队负责城乡守备、支援灾害防救任务。外界关心政府决定调整兵役结构，背后是不是有美国式压力？我明确的告诉你，没有美方的压力。那我们这个今天所提出的方案，其实是从2020年就开始的一个专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日前暗时发文表示欢迎，认为这宣布显示台湾对自我防卫承诺，各强化合作能力。美国会遵照台湾关系法甲一中国政策的承诺，继续协助台湾维持长久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做兵确定要延长做1党，2024年正式实施。那训练的内容冇大改变。入伍的训练是训练8礼拜，会增加模拟战场对抗压力的训练，也有近距离小战的技术和射击训练。那落部队了后的训练会增加驻地训练、基地训练，也有汉光演习。另外，做兵会当领到的薪水冇调悬。政府决定兵役延长做1年，2024年正式实施。效用2005年以后出世的人，国防部检讨发现讲，4个月军事训练役对武器的操作也无法度熟手，部队的实务经验也无够。这个役期恢复做1年，不过训练的内容会有大幅度翻新，会加入美军等等上新训练的方案，为入伍训练8礼拜，都会有模拟战场对抗压力的训练、战场救护、救生训练等等。也若用过刺枪术，嘛正改做近距离的攻击。另外，外界关注的是弹射击，新训都会提悬到160枪。部队训练从驻地训练，他所加强他的所谓的驻在营区的实施的职务上面等等的训练，训练完毕以后，衔接到7周的专精训练，依照不同的兵科实施进阶的训练。做兵期间延长，要让义务役敢若是合格的步枪兵。透过44礼拜部队的训练，加入驻地训练、基地训练，也有联合演训，配合汉光演习，熟悉战场的环境，以步枪做例。做兵的期间是弹射击，会伫800枪以上，尤其是增加新型武器的装备训练，包括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甲红准火箭弹等等的反装甲武器。若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嘛有用到的无人机，嘛是正做训练的课程之一。另外，国防部为着要兼顾越南的经济生活，日兵的月级为6500调悬到26307块，若实的会领到20320块。其实已经非常逼近这个最低工资的水准了。那这些钱我们也都有做过规划哈。那我想用我们的国家预算指引应该不是问题。我觉得是有点紧迫，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看新训中心，他们这些志愿役的官兵来讲，他原本训练模式一定不是这样，那他要去改变，他本身要先充实自己的本职学能。兵役延长后年实施，不过国防部嘛针对明年4个月军事训练役，先加强训练的强度，赶快安排下部队训练。
专家甲学者拢警告，敢若有1年准备的时间，师资的培训、靶场、场地甲宿舍的扩建，拢爱赶紧完成。志愿役的士兵都爱先培养做教育班长，才有法度带领甲教这阿兵哥。宋玉玲指出，这个人因过无接受过先进的训练，要伫短时间内学好熟手，会是真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日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西半部的温度较低。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峨眉，是6.7度。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若对新竹到高雄，还有南投低温嘛有机会降到10度以下。咱同齐来看分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日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会增加，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雨会较明显，嘛爱细致上大雨。到礼拜日进前拢是这款天气，下暝暝的天气嘛无啥好。温度的方面，今日是北部、东北部高温是16度至18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0度至23度。中南部日是暗时温差较大。后礼拜一到后礼拜四，各有另外一波较弱的冷空气会落南。那目前看起来是还未达到冷气团的标准。世界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环保署有公布今年空气品质的监测结果 ，PM2.5年平均的浓度是比标准也搁较低，这是有史以来空气品质上好的。咁是因为政府改善空气污染的措施有效果。环保署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境内甲境外空气污染拢有减量，加上落雨天较侪工，主要也是靠天公伯啊斗3工。来关心中国时报。南韩政府公布新的特赦名单，81岁的前总统李明博有伫名单内底，嘛恢复伊的政治权利，伊伫今仔日饭店已经恢复自由。来关心自由时报，国门解封了后，办护照的业务量是增加真多。外交部的领务局即马宣布新的措施，讲按算明年1月初3开始，台北的总部会新增加收件柜台，严格做护照的时间，会对4个工作日延长到6个工作日。来关心中国的官方雄雄对外宣布讲，对明年1月初8开始要开放中国的国门，嘛恢复中国的民众会当出国去游览，嘛取消入境隔离的措施。即马全世界拢赶紧咧应应，因为目前中国的疫情是真热辣，上界严重的北京当地病院急诊室、火葬场拢已经客满。若春节大商想要转来咱台湾过年，即马火轮机票是贵松松，爱台票5万块起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日暗时中国各方媒体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为明年1月初8开始，解除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防控措施。为了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来聚焦重点的防控领域和措施，更加科学地进行疫情的防控，所以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中国疫情应对专家表示，调整做一类一管，不是怎由在于发展来处理，是以科学的方式来管控。根据了解，中国解封的措施，包括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会当出国旅游。若入境的人员唔免搁做核酸检测，嘛唔免隔离，只要出发进前48点钟内核酸阴性的证明。不过外界认为讲，中国解封速度伤过紧，并无准备好势，各地确诊的人数嘛直头增加，可比疫情上界严重的北京，包括当地病院的急诊，也有火葬场，逐工是排队排甲热长。危重症的病人直接送到我们抢救室，现在呢已经每天基本上都在34、35，有时候接近40个抢救的病人。重点还是生命支持，因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就是个严重的缺氧。即马中国疫情解封，不少台商想要回国过年，不过机票煞是贵到惊死人。现在机票太贵了，单程的机票要7000块人民币左右，以包机的方式，或者是以增加航班的方式。让机票价格往下降。机票是很贵的，从香港回去才会比较便宜。台商会多一点人回台湾去过年，但是也不会太多了。台湾人想要为中国返来台湾过年，即马唔但就要加开钱买机票，还要面临航点变少等等的问题。要返来台湾一撮是真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疫情即阵更严重，所以雄雄对外宣布大解封，附近的国家拢在戒备。亲像日本就已经对外宣布，按即礼拜五开始，对中国入境日本的旅客拢爱体检。外界嘛关心讲，安尼咱台湾敢袂对咧做？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这部分爱搁讨论才会做出决议。另外，咱国内的本土疫情嘛咧抢悬，昨昏是新增加24,427个本土病例，这是比顶礼拜二增加43%。本土病例超过2万例，新冠本土2次增加24,477例，比顶礼拜二同期增加4%。中重症24例，死亡7例，创236天以来死亡新低。这摆本土疫情抢甲真紧，对华中国防疫也要放冷，有增加烦恼。但想农历过年，当来台湾恐惊对国内社区造成威胁，建议加强中国旅客入境检疫措施。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针对从大陆入境的这些旅客，我们采取就是说，体温超过37.3以上就可以做 PCR 的采检。那每次可能来10个人的时候，会有多少人他是确诊的？如果是那种比较新的变异株，像 SBB 或 BQ.1 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那稍微对社区的防疫要稍微严格一点的措施。专家烦恼是无原因，中国宣布为明年1月7日开始取消入境隔离政策，搁开放民众出国旅游。不过，中国目前感染人数一直抢悬，世界各国拢真紧张。日本政府就先宣布，为12月38日开始，所中国入境旅客拢来体检，若是阳性，爱强制隔离7天。外界拢在关心台湾是不是也对咧严格管制咧？是不是要再加严管制的部分？我们昨天下午开一个会，那我们会做最后的决定，再跟大家报告。什么时候会开放陆客来台？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王必胜表示，希望农历春节过后有机会调整新冠肺炎传染病分类。指挥中心佫提醒，疫情提悬，中国感染人数有增加的现象。顶礼拜中国感染人数5976例，今年总共中国感染有97037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对明年2月开始，讲因无要搁被关油，互支持对俄罗斯的石油定出继续限制国家和企业。这是互外界认为这是俄罗斯对西方的国家无友善的直接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签署一项法令，为2023年2月7日开始到7月7日5个月，禁止卖原油和针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继续上限的国家甲企业。这法令公布伫政府公家机关克里姆林宫网站，被认为是对美国甲外国，还有加入因的国际组织的无友善甲违反国际法的行动的直接回应。Если ограничить цену нефти из России ил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акие-т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ценовые потолки, то это неизбежно ухудшит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климат в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энергетике. Затем спровоцирует усил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дефицит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и дальнейший рост их стоимости. А это, повторяю, удари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о беднейш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七大国工业集团 G7 欧盟甲澳洲针对俄罗斯伫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月同日实施，每桶60美金计销上限，为12月7日开始，即马俄方这出禁卖令，什人支持都无要卖互什么人。不过也未定禁卖汽油、柴油这燃油产品的有效日期。这竟然应依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别决定，温总个案合并。每桶60美金的计销上限，甲目前俄国计销是同款，不过比俄国过去一年大部分的收入减少。对世界第2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来讲，原油收入对抵消金融制裁冲击有帮助。就算伫西方甲苏联冷战时期研发户计销上限，这目的是为减少俄罗斯国库加入化莫斯科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国财长西鲁安诺夫表示，计销上限互出口收入减少，佮可能互预算红字比计划中生产目标2%较大。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真大财政耗损，表示这是计出来财政障碍。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上限对莫斯科目前的石油收入无什么直接的影响。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这场战争是战袂煞，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战火已经是愈来愈激烈。乌克兰的部队伫26个时嘛继续向俄罗斯发射炮弹，同一天，佮对俄罗斯的军队专门咧抗轰炸机的空军基地，即嘛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有造成3个人死亡。
俄乌战争开战到今，乌克兰为俄军手头夺回74443平方公里的领土。目前战争主要集中在东部甲俄罗斯割界的顿巴斯地区，在顿涅茨克东北部的巴赫姆特，当地的乌克兰部队日来对俄军营地进行强烈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дуже великі сили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концентровані. Тобто вони сюди кинули основну свою, так сказати, бойову і спроможну, так сказати, частину своєї армії. Тобто, тому зараз тут так тяжко. Але нічого. Все справимося, все продолаємо.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迄天证实，在乌克兰边界东北部650公里远，专门供应长程轰炸机停航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表示，空军把这台无人机拍落来，落来的机身残骸击到3技术人员重伤死亡。这是恩格斯基地这个月以来第2件攻击事件。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表示基辅的目标是在2月底前举行和平峰会，而且上好是在联合国举行。并且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担任调解人。不过，互人问起是毋是会邀请俄罗斯参加峰会时阵，库列巴阁讲，莫斯科当局先需要伫国际法庭面临战争罪起诉。Will Russia be invited? Some of the steps envisaged by the formula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Russia at the bench, in the tribunal, for example, 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So they can only be invited to these steps in this way.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迄天嘛接受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专访，讲美国甲北约联邦联合乌克兰想要伫战场打败俄罗斯，毁掉这个国家。这样侪情况看会出来，双方口中的和平，唔知什么时阵。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俄乌战争已经战超过10个月，有一寡乌克兰的家庭是坚持保卫家园，无愿意离开，所以日子嘛过甲真艰难。因的生活逐工困精神，目睭天开，就爱避炮弹秘伫地下室，逐项生活拢是考验。若生活伫即款环境下，囡仔是更较可怜，无论是身体也是心理，拢爱承受真大压力。纳迪亚一家伙仔徛伫乌东巴赫穆特这个黑暗的地下室内底已经8个月，因过着无水无电黑暗的日子，常常爱面临俄军炮火威胁，不过因坚持唔肯离开。包含伊回想车94岁佩特罗夫。Нет. А куда ехать? Украина велика. Ну, мне тут нравится. Украина велика и. Ну, я вам серьезно говорю, мне тут нравится, мне нечего боять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战争后，佩特罗夫无法度搁读册，伊有时阵会画图，有时阵读大人的小说。电脑供应开会时阵，才有机会用手机啊。Я ничего не думаю,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будет через час, через день. Тут нельзя загадывать. 战争后留伫前线的乌克兰囡仔变甲真实际，因上大的愿望当然是战争赶紧结束。不过目前连到外口，数新鲜的空气拢无法度。Я бы сходил погулял,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гулял с друзьями. 最近这2个月，俄军对乌克兰城市都市一直轰炸。巴赫穆特伫个乌东顿涅茨克州是目前战况上惨烈的地区，当地真侪人已经撤离，不过有少数家庭留落来。心理学家表示，战争互囡仔真无安全感，可能下一秒世界就会摧毁。长期来恐惊会心理受创伤。协助安置战地家庭的 NGO 团体烦恼，这囡仔可能正做所谓失落一代，不过当时也相信，被逼伫真歹环境当中大汉的囡仔会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国际新闻站回面编译。同款无平静的所在是伫巴尔干半岛顶头，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情势是真紧张，因为顶礼拜在边境佫发生一场枪战，互因即摆的关系又佫较紧张。塞尔维亚总统已经派国防部长去边界视察，军方嘛表示，这个所在已经进入最高备战的状态。塞尔维亚伫南部科索沃边境部署榴弹炮等重型武器，气氛紧张。塞尔维亚总统有7次强调会尽一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甲人民，个连续派出参谋总长甲国防部长到边境巡视。军方表示，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佮将特种部队为1500人增加到5000人。Tih 5000 specijalno obučenih vojnika Vojske Srbije biće najsnažnija pesnica koja će razbiti u param parčad loše želje i ciljeve onih koji ne vole našu državu i koji žele da naude našem narodu i našem građanima.
这摆情势相关是因为12月车站数百名科索沃塞尔维亚的群众示威，用大卡车山条车挡路，和北部2条边境的通路袂顶袂当，控诉科索沃当局用种族因素故意掠一名前塞尔维亚的警官。就话当地发生一件枪击案，亲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科索沃当局拍算对塞尔维亚的发动攻击，引起塞尔维亚高度重视。科索沃反抗塞尔维亚散布假消息，制造分裂不安，要求北约维和部队协助预毒路中，决定开调查。科索沃9成以上人口是阿尔巴尼亚的，在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不过塞尔维亚故作声震，常常鼓动科索沃北部12万塞尔维亚少数族群进行反抗。今年进前，科索沃要求北部的车换掉塞尔维亚发的车牌，改用科索沃车牌，引起反弹。在后面调停之下，才等好。不过对立气氛犹原亲像无定时炸弹同款，水泄不杂。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中国放弃清零已经大爆发，无过再最近对外宣布，因无要搁再公布逐天的病例数。外界即马是烦恼中国疫情滚价会产生新的变种病毒。有分析家即马是预测讲，中国的人口有14亿，在未来这几个月内底，有一半的中国人拢会去活着。来关心美国的联邦政府抵制中国的低影音平台抖音。美国国会最近有通过法案，禁止联邦政府的员工在政府部门的设备顶头用 TikTok。众议院的行政管理部门嘛公告，已经阻挡所有众议院的设备嘛袂使用。来关心科特族的查某囡仔艾米尼，因为无治好头巾，被警方掠去，尾也死去。这件代志是引起伊朗国内的抗议，民众已经抗议8外天啊。有国际人权团体即马就估计讲，抗争活动嘛有造成上无有450个人过身。伊朗的总统即马是阁坚持讲，对抗议的分子，伊绝对袂软心。来关心咱的北一路乐器机队让18档，即摆是搁再受美国的邀请。135个老师和学生伫早暗是飞去美国的加州，要去参加玫瑰花车的游行。因为这个游行的时间要行2点钟，所以大家伫出发进前拢有特别专工去练体力，嘛有早家己的课本要出国家己读。上班师生出现下开表情是欢喜甲期待。历史悠久的拜鲁乐器机队，过18年，搁一摆受邀请去美国演出，而且要去加州参加2023帕萨蒂纳玫瑰花车游行。为受邀请迄一刻，学生就知影除了基本操练以外，体能也真重要。因为玫瑰花车游行要走5.5英里，大约是9公里左右，所以要扛着比较重的这个乐器啊，然后同时行进间还要做表演等等啊，是非常耗体力的一个活动。在真寒天气练习，拜鲁乐器机队在中正纪念堂行2点外钟，就是要步去9公里的路途。除了体能是一个考验，回来了后，学生要迎接的是期末考甲学测。每一个人背包内底拢带满课本甲工具。还要请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录影给我们看，然后就是在练习之余、表演之余，我们还要会在通勤的时候，或者是在饭店。休息的时候可以拿出书来写啊，然后复习。 10天的时间有3场演出，最后一场要参加美国迪士尼乐园的游行表演。除了让世界看到台湾，也让这群学生留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今年918大地震了后，影响花莲到台东的铁路，造成台铁玉里到富里的铁路断去。即马经过100天的抢修，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宣布，台铁玉里到富里这一段伫今仔日会恢复通车，等于东部的干线火车龙通啊。现在用80公里，但是他们会因为刚修好了哈，所以他们用一个比较稳健的做法，然后慢慢会提速啊。 就会慢慢恢复到原来的速度，但是时间透过他们的监测跟观察来做了哈，基本上就是它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这个水准，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哈。
代替玉里到富里这个路段，提早伫过年进行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未来嘛会伫无影响通车的状况之下，继续进行耐震的补强。也若进前代替的工会有放调讲，过年要发动罢工，是因为不满公司发的主法无达成共识，就对外公告。这部分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答应讲，伫后礼拜伊会亲身甲工会协商。伊嘛讲，代替的员工伫过年期间也是会配合。受损的有4公里的一个长度。来关心民进党第9合1的选举选书，总统蔡英文伫昨昏是头一届举办记者会，这嘛是总统蔡英文经过745天了后，搁一摆接受媒体当面的访问。伊去访问着讲，副总统赖清德敢是总统的接班人。蔡英文对媒体表示，无毋对，伊就是也若内阁当时会改组，总统蔡英文是表示，时间若到，就对外宣布，爱大家毋好着急。说您觉得他是适当的总统接班人选？我觉得他是啊。让745天，总统蔡英文亲上火线接受媒体联访，坦白讲，副总统赖清德是上适合的接班人选。民进党9合1选举失败，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辞掉党主席的职务，内阁改造声音不断。这件事情时候到了，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了，所以不需要急着问这些事情嘛。到今天你们要报道的已经够多了。其中高院局长陈明通发生论文争议，选后互党内外点名是毋是留任，蔡总统并无正面回应。互人问到最近国人互人诱拐去柬埔寨，一家台南客家枪击案到即马也未破案，安怎保障社会安全网？蔡英文原来做出回应。我们还是要有强力的作为让这一些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些人或者是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有效的处理。我们看到的社会安全网的整个建制当然都是要一步一步努力的。我们看到过去所发生的社会的治安的案件，都是迅即破案。另外，针对中国1月7日边境解封，未来两岸交流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做法？蔡总统表示，虽然即马采取甲病毒共存的方式，相关防疫原来会慢慢啊放零，不过也是爱注意疫情反扩，也甲对未来防疫的部分安怎准则。行政院决策的时阵，会以专家建议做上界重要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社会相当在讨论超扣税金的议题，外界嘛真关心。民进党有几哪个立委就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会当退税给民众，甚至嘛讲伫过年前会当分红包，一个人分1万块的现金。总统蔡英文面对这个问题，伊嘛表示，伊已经有请行政院去讨论各种方案。今年扣税超收4500亿，民进党跨党派系立委共同开记者会，希望中央应行税给百姓，电天关进前发现金1万。那既然我们税收可以多超收4000多亿，我也认为说我们能够发现金，直接给他最直接的补助。我们很希望在春节前后就可以做到哈。那这个领取人数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人口呢，大约是2345万人哈，但是如果你扣掉排富的话，大约是2000万人左右啊。民进党立委认为，照顾国人是政府的责任，只是看数据讲话会失去温度。政府除了发现金1万，也加强照顾措施，各对受通膨冲击的产业继续纾困。只是政府到底是发现金，也是消费券模式，大家拢真关心。以现金来讲，随便你怎么花嘛，那是最方便的。发券或现金都可以，都会用到，所以都会花到，那样就好了。去年是因为疫情的打击，所以我们的内需产业，特别是像餐饮啊、旅游，它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好，所以说我们领了这些5倍券，好，那我们是在国内消费，好，那它是可以刺激嘛。今年的问题是在出口啊。所以出口那个我们用旧内需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好像有点那个不是对症下药。针对各界意见，总统蔡英文表示，已经影响台湾将近3年，要为明年经济情势做准备。行政院开始讨论各种方案，这礼拜会找时间开国安高层会议。记者综合报道。那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是59.12点，创下13年个3个月上低数字。学者是认为讲，咱的制造业的景气也未彻底，也若劳动市场嘛继续在恶化。明年想要靠国内的需求甲经济扭起来是无啥乐观。另外，国发会嘛公布11月份景气的定号是衰退6分。
来到13年半上佳的情形。不过，有认为讲，伫明年第二季应该会转好。通货膨胀加新冠利息影响下，个人消费信心各受冲击。中央大行发布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59.12点，创下今年最低，6破60，也是13年3个月以来新低。包括各位内求财、国内经济景气、家庭经济状况、就业机会、投资股市时机5项指标拢6破关键点。11月的外销订单它也是衰退了20%几，有可能会至少会延续到明年的上半年。学者讲，美国联准会也未改变相关利息的做法。国家国内出口第3、第4季的传统旺季无强，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台湾明年顶半年，企业放无薪假，失业的情形恐惊恶化。尤其物价起价、通膨压力，家庭经济愈来愈歹。大家知道美国一个饭团要多少钱？现在我们普通吃饭团270块台币。好，那这个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通膨已经来了嘛。那台湾也一样，你现在蚵仔米线啊，或者面包啊什么这些，全部都在涨嘛。物价上涨以后，消费信心下降，那家庭收入相对也打折了。除了消费信心受打击，国发会27公布11月份景气信号综合判断分数落到12分，来到将近13年半的新低点。这是国内让4年景气定号，搁再度较差的拿定。变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批发啦，批发表现比较不好，然后再来就是出口，因为出口这个的确是因为外在的这个需求比较弱，然后加上厂商要进行一些存货的一些调整哈，所以整个需求比较弱的话，它就会影响出口，接着就会影响生产啊，影响销售。国发会讲，目前国内景气是外冷内温，不过美国相关利息的脚步放慢，而且明年第2季开始，全球的经济会逐季变好，可望带动台湾出口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1月份，警方伫新北市的淡水有抓到诈骗集团，这嫌犯是甲要找头路的民众关起来，佮甲饲毒品，计共有61个人受害，嘛有造成3个人死亡。检方有针对29个被告提起公诉，即嘛是希望法院会当针对2个主嫌判无期徒刑。小小房间内底客满数十人。目睭蒙咧手铐咧受感控，因误信尽管薪水找头路，才轮回被人关起来，佮劫财对象，甚至造成3名被害者死亡。这是发生在今年11月台版甘埔街案件定件社会，经过检方调查了后，自此专案定结。依照施行拘禁指数加重，强盗甲加重诈欺等罪，向诈骗集团19人提起公诉。不以正当的途径来赚取财物，为了贪图自己的私利，所侵害的财产法益、金融秩序都非常严重，而且又囚禁凌虐被害人，严重的来强害人性尊严，且迄今都没有赔偿任何被害人。被抓时阵真惊吓，伊是姓陈查甫人外号地档的，被检方认定甲另外一名被叫做大姊的姓薄的女子担任核心角色，负责指挥不法集团。检察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外号黑党的姓涂的查甫人等10个人，也被求处有期徒刑至10到30年。其他成员是依照涉案情节轻重分别见车中重量刑，甲量处适当执行，因为因不知关押当地被害者，佫涉嫌企图来控制。那在整个拘禁期间，会用电击棒、用铝棒、用甩棍来殴打他们，用震爆枪来射击，还会把毒品 FM2 磨碎之后，添加到他们所煮的面食里面，来让这些被拘禁者食用。用这种方式拘禁管理，就是惊被害者报案，互专案撇空，伫手的小户也会冻结。检方调查，因两这人头小户诈骗，3个月无够就骗246人，不法获利将近4亿。检警陆续伫新北桃园救出58个被害者，各掠29个嫌犯，其中17人受压，会伫18开2审庭，决定是毋是属压。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2岁囡仔恩恩，因为确诊了后，送病院急救的时间有去牵到有重大，加上是这支新北市政府无把握抢救的时间。监察院有进行调查，嘛已经公布调查报告，是纠正卫福部和新北市政府，而且有列出相关的欠点，讲中央和地方拢有责任。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等看到纠正的内容，会对外回应。
新北2岁囡仔恩恩不幸确诊死亡，恩恩爸爸对查送医过程消失的81分真相，检察院启动调查，日前公布调查结果。纠正卫福部甲新北市政府要求对儿童紧急医疗救护相关问题落实检讨改善，也指出新北市长侯友宜处理方式应该更加温暖。这么冗长的程序，这么多通的电话联系，这么多的关卡，应该要检讨。这些改善这些执行面的相关问题。侯市长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更对恩恩家属可以更有温度一点，要授权第一线人员去处理的时候，除了指令明确，另一部分可能要更有同理心。叶大华也指出，这个案尾啊是国赔处理，愈是这种情形，社会愈会对立。做新北市的大家长爱出面敲斥，唔通听社会议论，让家长受到二次伤害，地上靠外扬。目前纠正的内容，我们还没有看到进一步。那等看到进一步的纠正的内容，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所以我们还没有收到纠正文，所以我想我们等看过纠正文，看到这个相关内容之后再做回复。新北市政府回应，针对监察院就送医流程提出的纠正内容表示尊重，相关卫生甲消防单位坚持用心检讨的态度，积极以疫情趋势配合中央的步伐调整相关做法，为防疫尽最大努力。新北市卫生局是表示会好好检讨，持续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咱的生活，注意用下了后，嘛有一寡人有产生副作用。去申请救济案件是超过7000件。国民党团伫昨昏是批评政府无好好处理，嘛批评审查速度伤过疏，而且无放令认定。目前摕到补助的案件无够1成，因是呼吁政府爱有同理心。口罩也要排队，疫苗也要排队，快筛也要排队，我审议当然也要排队。对，我等了好久，等了快1年了。这个40多岁陈先生，去年10月做头一档 BNT 疫苗了后，出现几分丝多系统发炎的情形，有申请预防接种受害救济，不过已经等1年啊，审议的结果还未出来，还搁伫咧排队。立法院国民党团日7拜2召开记者会批评讲，陈先生的案例敢若是见皮尔，政府应该爱有同理心，加速审议疫苗接种受害救济的案件。严厉的批评蔡政府。没有同理心，这个蔡政府没有温度，还让这种疫苗的受害民众2次伤害。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今年11月20日为止，申请新冠疫苗受害救济的案件有7042件，个案呢敢若1495件。国民党团认为讲，政府审查的进度唔来拖刷，嘛无将款认定。有关的部分很低。补助率更低，10月、11月这边的时候呢，数字都很低，都不到1成。那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加速，我们现在都用分组，在审查，在做处理。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再增加人力。国民党团提出3大诉求，包括救济天数爱较简省，救济时程嘛爱较紧，损害赔偿的认定爱放零。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回应讲，会加速审查的速度，嘛照目前的规定，将款认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介意爬山的人愈来愈多人去爬山，就会制造愈多粪扫。玉山管理处是发现讲，伫园区内底，清在看到野生动物去捡粪扫去找物件食，所以玉管处即马嘛拍算要把园区内底的粪扫桶和资源回收桶拢收起来。所以对明年开始，敢若会剩塔遮游客中心有粪扫桶尔，呼吁民众家己爱甲粪扫炸落山。这只山姜啊，当地食伊找到的物件，不过这煞是人类留伫咧山顶食无了的物件。工作人员虽然赶紧去清理，不过要是未赴粪扫增加的速度，这几工啊寒流来，未少民众去山顶看雪，山区的粪扫嘛呢增加。为着减少野生动物找粪扫食的机会，有关处决定把园区内底粪扫桶甲回收桶渐渐拢收起来。无痕山林及推动垃圾减量的政策，也为了避免野生动物到垃圾桶附近翻起垃圾取食，吃下塑胶制品，影响野生动物的健康。有关处表示，为了减少园区内底粪扫的量，为今年10月份开始，偷偷把粪扫桶收起来。12月底嘛，把上尾的塑胶干仔回收桶收起来。明年元旦开始，敢若剩塔甲游客中心头前保留2个封险的粪扫桶，而且为着防止野生动物并粪扫桶找食的，嘛有做特殊的设计。
如果游客要使用的话，请记得要轻压这个开关，然后才能够把垃圾桶打开。那这个垃圾桶它具有防止野生动物吃这些厨余的一个最大的功能。根据有关处的统计，去年塔塔加粪扫的清运量比昨年减4成，而且规粒玉山拢有野生动物伫咧活动，所以粪扫食除了会影响野生动物的健康，嘛会改变因的惯势。呼吁游客物件若食无了，或者是粪扫，都爱炸落山。不过有资深的向导烦恼讲，粪扫量减少了后，粪扫乌白蛋的情形可能会更加严重。其实很多垃圾都是你在看不到的边坡，对我们的游客还没有进行相关的教育训。我是觉得，许多游客还是会有可能把垃圾丢在山上。张宏勇表示，目前亲像溪坎甲埔坎，拢要受乌白蛋粪扫的情形，呼吁应该要规划配套，才会当减少粪扫的量。有关处嘛提醒，若是乌白蛋粪扫，会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罚1500块至3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新港的县城古迹林开泰真衰旧厝，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因家族的旧厝。在2016年时已经捐予嘉义县政府，经过几多年的修复，按算伫明年正月会正式对外开放。大家共同甲步普渡家林怀民的家族，即间为清朝一直到今卖古厝，经过6档的修复，特别在明年正月对外开放。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即间厝有正重要历史价值，文化部会全力支持。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流传给后代，给大家所不能够使用是非常不容易。要感谢我们林怀民这个家族，秉持我们曾祖父给的家训，就是公而忘私。很快的决定把这个房子捐出来。那么因为文化部和县府他们的用心的处理整顿，所以现在终于能够开幕跟社会见面。这间玫瑰堂原本是林怀民阿公林开泰诊所，经过修复，当初诊所客厅、新娘房、读册间，拢迄时阵严格的生活分分。林怀民表示，这间厝捐予县政府，就代表是大家喜，希望透过文化经营，那是传承家族的精神，也让大家感受新港美好的风土。会当来遮行行咧，来感受到怀民老师因家族、怀民老师人生第一个舞台，而且大汉起来。我相信我会好好利用这个空间来办会展也好，来办音乐会也好，互咱少年囡仔会当真喜欢这个所在。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所在，互嘉义县搁增加一个文化甲观光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2伫今年的10大艺文新闻，民众票选的结果伫昨昏公布。民众上界关心的艺文议题，第1名是高雄拍破碗、拍破古文物；第2名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开幕。那黄土水的甘露水，互收入去国美馆嘛有再来。工作人员甲阿爸拍开，结果灰也都落出来。高雄的典藏文物破损消息，提前2个月引起各界讨论，也是今年10大艺文新闻上受关心的议题。觉得我们应该有机会会处理得更好。这是一个国家在博物馆上面所有的典藏品该如何保存、修复、管理这一套程序，是大家一起要面对的。无好的代志上新闻，也和文化部处长李正辉认为，各大博物馆社拢应该爱重视文物典藏，爱对制度做检讨甲改善。除了高雄文物以外，台北表艺中心开幕，也跟黄土水的甘露水入美术馆，拢得到不少民众的关心。这个建筑物的跟不同一般的思维，我相信给他时间，将一些缺点、将一些可能性把它改善好以后，那我们未来1-2年还有在优化的一些可能性。北艺大艺馆所举行年度10大艺文新闻票选，为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政策甲文化资产方面，其中新水街艺饭馆这个议题进前拢捌出现。这12年的过程当中呢，火灾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第一次。国家品牌的仓库失火了，损失的不只是他们个人团队的损失，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我们社会的损失。学者甲艺文界人士也点出，前几天朱宗庆打击乐团的仓库捣毁，所产生的艺文仓库独尊议题，呼吁文化部推动表演艺术、博物馆的建制，保存珍贵的艺术历史资料。文化部也承诺会持续推动迁都计划，搁扩大到视觉艺术，避免类似的遗憾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的新能酱全世界闻名，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有消费者就开始抵制俄罗斯买甲买啊。即马隔壁波兰是新能酱上大产量第2个国家，是趁机会咧宣传，希望趁这个时机拼出名声，取代俄罗斯的地位。这一粒一粒用新皮的鱼卵做出来的鱼卵酱，是西方高级料理常常会出现的食材。而且，若讲到鱼卵酱，大家都会直接想到罗西亚。罗西亚的鱼卵酱确实是上有代表性、上出名的，但是迄是伫过去，即摆的情形已经无共款啦。伫波兰东北部这个大型的鱼温啊，专门伫饲要用来做鱼卵酱的新鱼。事实上，波兰即摆已经是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生产鱼卵酱排名第2名的国家。参像阿拉伯国家、美国、法国，真侪米其林餐厅拢是用波兰生产的鱼卵酱。但是自从罗西亚发动战争攻打乌克兰以来，所有生产鱼卵酱的公司拢去走着风台买。真侪消费者为着要抵制罗西亚，都无爱阁买鱼卵酱。波兰一间杂货店的头家，鱼卵酱拢卖袂出去，感觉真无奈。Люди pytają się, skąd kawior jest, tak? Chcą zjeść dobry kawior, ale nie chcą jeść rosyjskiego. 波兰一间真出名的鱼卵酱公司就讲，其实因为过去掠伤多，佮加上水质污染，原本伫里海甲乌海的新鱼数量已经真少，所以即马大部分的新鱼拢是生产国家家己在地用人工饲的，根本甲罗西亚完全无关系。Tak naprawdę większość producentów kawioru na świecie aktualnie walczy z mitem kawioru rosyjskiego, bo tak naprawdę gdybyśmy zweryfikowali puszkę, która opatrzona jest jakimś napisem Russian Tradition czy Russian Master, tak naprawdę ten kawior nie pochodzi z Rosji. 虽然产品受到战争牵连，但是波兰的鱼卵酱公司认为，危机嘛是一种转机，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啊，互消费者了解，鱼卵酱已经不是罗西亚专门伫生产的，波兰的鱼卵酱才是高品质的保证。记者甘恩恩编译。法国自古早以来就是生产葡萄酒的大国，那法国人嘛真爱啉葡萄酒。不过这2冬，伫世界各地开始咧流行一款无酒精的葡萄酒，即马伫法国巴黎嘛有开一间新的专卖店。这个店员拍开酒罐啊，倒入酒杯内面呢，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红酒，但是试啉看卖，马上会互人感觉真意外。Moi, je trouve qu'il sent vraiment le vin. Il sent le vin. Il n'a pas goût de vin, mais il a des tanins, ce qui est assez étonnant parce que. 这是最近伫法国巴黎新开幕的一间店，店内面所卖的，无论是红酒、白酒、麦芽酒，全部拢是无酒精的，是全法国头一间专门伫卖这种酒的店。头家讲，伊2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拢关伫厝内，无甲朋友出去啉酒，自迄阵开始决定要改酒。伊嘛发现伫法国找无这种专门伫卖无酒精的饮料的所在，所以规气家己来开一间。想袂到店才开无偌久，就非常受欢迎。原来会想要啉这种无酒精的酒，有这种需求的人客，比伊想的搁较侪。C'est très bon et ça m'a rappelé les souvenirs que j'ai du champagne, boisson que je ne peux plus boire. Donc voilà. Donc on n'est pas encore à nos objectifs, mais on est très content du début de l'activité, surtout des retours des clients en fait. On sent vraiment qu'on répond à une demande qui est très forte et donc ça nous encourage vraiment pour la suite. 事实上，最近这种无酒精的葡萄酒愈来愈受到欢迎。去年全世界的市场成长差不多24%，但是比较起来，法国才增加4%尔。可见法国人还是较爱啉有酒精的酒。不过专家认为，即卖的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在这种风气之下，无酒精的酒类在法国的消费人口一定会慢慢啊增加。记者甘恩恩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外岛9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